換生活，樂科技 Anwar-H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Anwar TV Edward 啦。咁最後一部咧嚟到就係樂視超級手機 Max 啦。呢部就係樂視今日推出嘅最後一部，亦都係最旗艦嗰部。大家見到就知啦，呢部機絕對喺體積嚟講已經可以叫稱為 Max 啊，因為個份量上咧係非常之大部嘅。呢部機用咗一個6.33寸嘅 mon 啦，即係簡單啲講句，其實呢部機咧同年零前 Sony 推出嘅 Xperia Z Ultra 咧係相同 mon size 嘅一部機嚟嘅。不過呢部機咧就重少少啦，因為佢呢部機同 One Pro 一樣咧，都係用咗全金屬機身。大家見到咧，其實非常硬淨嘅。咁就側邊啦，呢啲全部都係金屬啦，呢啲都係金屬啦。咁非常之紮實啦部機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咧試過咧部機就因為做得比較平均啦個重量，同埋都幾紮實，所以咧其實攞上手咧又唔至於話太過重。其實我覺得好似攞緊一部5.23寸左右嘅機咧，其實分別不大嘅。所以我覺得呢方面樂視係做得幾好嘅。咁另外啦，呢樣嘢如果相對 One Pro 嗱，大家都係金屬機身啊，有咩唔同咧？咦，大家見到呢度有多樣嘢啦。呢一個咧冇錯，呢一個就係多咗個 fingerprint sensor。因為 fingerprint sensor 如果大家留意，咦，同 HTC One Max 有啲似喎，同埋華為之前出部機有啲似。冇錯，其實呢部機咧設計上你以為好似係 One Max 咁樣，但係其實就唔同。One Max 咧就要咁樣掃落嚟嘅。華為嗰個咧就係咁樣撳落去就得嘅，而呢部機一樣都係撳落去就得㗎啦。即係咁變成咧，攞住機嘅時候，其實個手指喺後面咧，咁樣已經可以搞咯。咁所有嘢都係比較容易啦。咁另外其實佢亦都加咗好多最強，當然啦，處理器就同1 Pro 一樣，One Pro 一樣，都係用8108核嘅處理器 Qualcomm 啦，4GB RAM 啦，64GB ROM 啦。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少少嘅，都係喺後面，就係個鏡頭啦。個鏡頭呢一個咧，2100萬像素嘅 Sony IMX230嘅感光元件嘅鏡頭，除咗有2.0光圈同埋支援光學防手震之外咧，呢個鏡頭咧亦都係有史以嚟第一部機係用到呢一個鏡頭。傳聞咧其實 Sony 會喺 Xperia Z4 咧先至用到呢個鏡頭，咁而家呢部機已經用到咧，係非常之犀利一件事。咁我可以開一開個相機啦。咁即管俾大家望一望嗰個嘅效果啦。咁啊，見到呢間房其實比較暗嘅，咁但係你見到啦，其實嗰個 mon 出嚟嘅效果其實都幾唔錯啦。咁我試下影張相，咁啊大家睇睇張相嘅效果啦。啱啱影咗一張相，咁見到其實我即使喺一個咁低光環境，其實張相咧，我單手攞住部咁大部機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清嘅。唯一可能因為部機始終係未出廠啦，個雜訊就會比較多少少，就係咁啦。咁不過雜訊啲嘢，咁我係覺得可以用後天 firmware update 去解決嘅。咁至於話其他功能咧，其實同其他兩部機差唔多。個 mon 亦都係用呢個 Sharp 嘅 mon 啦。不過咧，大家就要留意啦，因為呢一個啦。mon 咧，其實佢係用咗 NTSC 嘅色域嘅，係去到90%嘅。雖然佢都係2K mon 啦，不過其實佢嗰個嘅色準咧係相對1 Pro 嚟講咧係會更加高，而且亦都相對起呢個iPhone 嘅6 Plus 嚟講，亦都會更加好嘅。咁亦都入邊亦都支援啦，One Pro 都有嘅。樂視嘅 Li WiFi 啦，亦都支援雙卡雙待啦，又有3400 電。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咧，如果你大家問到我定價 ，sorry， 我都唔知呢部機定價係點，因為咧樂視今日咧都有講到，就係佢舉行咗一個全民定價嘅活動，即係話只要大家買1年嘅樂視影視會嘅服務咧，價就會減3蚊。如果你買多幾年就每年300蚊減落去，即係話其實呢部機可能減到1蚊都唔使就買到。咁當然啦，大家都知道一部電話有幾多個有可能用到2年以上啊？即係有嘅，不過好少數咯。咁所以我相信呢部機如果一旦真係喺香港 launch 咧，我估計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一定定價嘅。咁如果你睇翻呢個規格呢個咁嘅
情況啦。如果其他大牌子嚟講呢，一般都起碼6、7千蚊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以樂視嘅性價呢，我估計大約未必4、5千蚊都可能有交易。如果係呢個價位嘅話，唔知大家心唔心動呢？咁啊，今次咧樂視3部機同大家介紹過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呢3部機嘅詳細文章咧，歡迎上翻 Anwar.HK 留意翻小弟嘅現場實測嘅。咁啊，今個禮拜時間咁多，下次再見。